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嘅外老師啦。咁我喺學校咧，其實就係負責生涯規劃同埋多元就業發展嘅。咁所以除咗生涯規劃、升學啊、就業相關部分之外咧，其實學校嘅課外活動啦同學生組織咧，其實部分都係由我處理嘅，係啊。我對於同學仔咧，去到 Be Priceless 嗰度咧去實習咧，其實就抱住一個非常正面嘅態度嘅。因為其實咧，我哋學校咧就一直生涯規劃組咧一直都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實習啦。咁咧呢一個同 Be Priceless 合作嘅咧，其實係一個最深層次嘅實習嚟嘅。咁就真係有兩位同學仔咧去到Be Priceless 嘅公司嗰度咧，就去做一啲嘅了解翻當中工作流程啊，同埋真係去唔同嘅崗位嗰度咧，就協助翻 Be Priceless 嘅一啲嘅課程嘅實行啦，同埋佢哋真係咧會跟住 Be Priceless 咧，咁就去翻佢哋母校嗰度咧，其實就會有一啲嘅課程嘅協助咁樣。一直都有好多唔同嘅機構合作啦，同 Be Priceless 咧係第一年合作嘅。咁其實咧，我相信咧，其實喺生涯規劃嗰啲嘅職場實習上邊咧，其實除咗學嗰個工作技能之外咧，其實好多共通技能啊，同埋一啲正確嘅價值觀同埋態度嘅建設咧，其實都係佢哋好需要去學習嘅。咁其實同唔同嘅公司合作咧，其實當然會有一啲類型嘅進步啦。咁但係咧，因為 Be Priceless 咧，其實好強調嗰個身心健康同埋嗰個嘅潛能發展啊。咁其實咧，對於同學仔咧，嗰個喺工作上面嗰個正向嘅價值觀同埋態度咧，我相信係會有一定程度嘅提升。身心健康咧，對於佢哋即係之後做嘢啊，或者係讀書咧，其實都有一個好重要嘅影響啦。咁如果佢身心健康照顧唔到嘅時候咧，其實佢心裏邊有好多唔同嘅諗法咧，其實都係處理唔到嘅。咁我希望同學仔即係透過今次嘅實習啦，去了解翻 Be Priceless 嘅一個運作點樣同身心健康可以有更大嘅聯繫啦。咁都可以令到佢哋咧喺將來升學或者就業上面咧都更加注重呢一樣嘢咧。咁對佢嚟講，其實應該會有好大嘅助益。我哋揾小朋友嗰時咧，其實都唔係最着重睇佢嗰個能力啊同埋佢成績嘅，其實我哋都着重翻佢哋睇翻佢哋個態度同埋價值觀先。咁我哋亦都有幾個人選啦。咁其實即係喺嗰個服務學校方面啊，同埋可能即係自己嗰個身心嘅健康方面都比較着重嘅同學仔咧，其實我哋會優先去考慮呢啲同學仔啦。咁最後咧，我哋其實喺幾個同學仔當中咧，其實覺得呢兩個同學仔咧係除咗係嗰個價值觀態度上邊照顧得到啦，身心健康都處理得到之外咧，其實佢哋都能夠可以平衡得到佢哋喺實習同埋喺學習上邊嗰個情況。咁我哋咧先至會邀請佢咧就去做呢一個嘅實習。即係講緊身心健康咧，其實可能係一啲成績好啲嘅同學仔嚟講咧，其實我哋可能學習啊，或者一啲升學啊，或者去諗未來嘅壓力咧，其實都可能甚至比我哋學生更加大。咁如果其實長期喺嗰個學校嗰個環境，如果太大壓力嘅時候咧，佢哋都未必真係注意得到身心健康其實對佢哋嗰個升學或者就業咧，其實嗰個重要性。就我相信呢一類型嘅實習啦，特別喺 Be Priceless 呢啲咁着重身心健康同埋潛能發展嘅公司嗰度去做咗實習咧，我相信同學仔其實唔只係學得到共同技能同埋啲正確嘅價值觀同埋態度咯。咁對佢哋對身心健康同埋發展自己一啲有興趣嘅範疇咧，其實應該會有一個更加深入嘅